大家好，歡迎收睇期匯決算。今日嘉賓就請嚟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譚家康 Piers 上嚟同我哋傾下嘅。Hello Piers。Hello。咁啊，踏入歐洲早市嘅時段啦，咁啊，國際油價嘅跌勢咧加劇啦，咁見到布蘭特期油一度要穿86嘅，咁啊紐油都曾經失守81美元啦，連跌第3日，而家叫做即係轉定翻些少，咁大約咧就喺紐油81水平，布油就86水平徘徊緊。雖然今朝有講話，先前有啲衛星圖像顯示沙特多處石油設施上空有濃煙，而據報也門胡塞武裝咧亦都係襲擊連接沙特輸油管道，咁但係即係個油價仍然都延續上日個跌勢啦，個跌幅都好似有加大，係咪市場都覺得雙方仍然都真係想埋台傾咧？咁即係特朗普都仲想俾伊朗多次機會咁咧？我諗特朗普其實都好大壓力嘅，因為嚟緊中期選舉啦，咁啊打咗咁耐，好似咧其實個效果都冇改善啊，咁啊而家咧其實啲濃縮油仍然都未能夠解決呢個問題啦，咁啊再加埋咧也門咧胡塞武裝就喺沙特嗰邊，即係紅海嗰邊紅海嗰邊啦，就有個襲擊啦，咁啊令到咧就嗰邊嘅出油咧都減少，咁啊最新嘅數字話俾你聽咧，就已經過去3個月咧就沙地嘅出油嘅數量咧已經按月下跌啦，同我哋平時睇 OPEC 嘅話增產咧，其實完全唔同。咁即係話俾大家聽，佢想出去都出唔到，因為就係個運輸出咗問題啦。咁啊，至於石油嘅情況，究竟即係伊朗呢邊嘅發展係點咧？我覺得咧，比先前我預計咧應該更加長嘅時間。咁你見到咧，先前連續13日嘅空襲啦，其實咧好似冇乜特別嘅效果，即係同我哋先前預計應該可以好快咁處理到咧嘅情況唔一樣啦。咁可能始終伊朗嘅地勢嘅問題啦，就令到咧佢哋嗰個防禦能力好強啦。咁啊嚟緊要點樣做？我諗其實而家個情況就係，如果咧唔派地面部隊咧去咧，其實伊朗嗰邊嘅還擊能力咧仍都係非常之強勁啦。即係你見到短喺停即係宣布咗和談之後，突然間好快咧，其實咧佢展開嘅攻勢咧，對於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困擾咧，都係非常之大嘅。咁啊，最終會點樣做？會唔會唔係美國派而係以色列派咧？嗰啲位置咧都密切留意啦。如果咪而家情況嚟講咧，大致上我都覺得咧，油價咧應該會係大幅嘅震盪為主啦。咁啊，下方咧75嘅位置啦，上方咧就大概90蚊嘅位置。咁啊，會唔會消息出現咧，就會令到個市場咧就會有好急速嘅變化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大家就用呢一個大區間嘅 range 嚟做交易會比較穩陣一啲啦。始終雙方係咪真係要傾咧，都可能要考慮翻即係國內啲支持度啦。都見到最新特朗普國內嘅民調方面都比較低啲嘅。而至於同樣受到中東衝突影響，就歐洲天然氣期貨價格咁都跟埋個油價向下嘅。大家都知啦，歐洲家庭主要就用天然氣去取暖嘅。咁22年啦，俄烏開打以嚟，歐洲方面有減少依賴俄羅斯嘅管道天然氣啦，改為就係批發市場上買。咁其實都就嚟進入冬季啦。呢一個因素又可唔可以炒定先呢？其實都係㗎，你見到咧，即係雖然能源價格大家呢段時間都反彈啦，但係反彈幅度係不一樣嘅。咁你見到 TTF 嘅反彈咧，其實基本上咧已經好近咧先前咧呢一個3月份嘅高位啦，大概70蚊嘅位置。咁啊，而家呢個嘅情況嘅炒作啦，一嚟咧就係頭先講嘅戰事嘅因素啦，第二個因素咧就係咩？歐洲嘅能源出咗問題啊。咁啊，歐洲咧要買天然氣啦，而天然氣嘅出口因為咧頭先講過嘅唔同地區嘅運輸出現問題啦，無論霍爾木茲海峽啦、黑海啊等等嘅位置咧都出現咗問題，咁所以令到咧嗰個天然氣價格係咁上。咁啊，如果以能源價格嚟講可以繼續破頂嘅話咧，歐洲天然氣咧比石油咧更加預估到個趨勢，因為而家歐洲天然氣咧喺嘅冬季儲存咧其實而家得50%，咁到冬天到之前咧要去到80% 嘅難度好高，再加埋咧另外一邊廂咧喺關於柴油上邊咧，其實咧佢都出現咗個能源嘅問題，因為主要咧其實都係靠俄羅斯啦，咁而俄羅斯而家個運唔到出嚟啦，咁啊再加埋中國咧都係呢方面有限制，咁啊令到咧其實整個歐洲咧嗰個能源咧出現問題，咁相信咧有機會呢一個問題咧延伸到去一個通脹嘅問題啊，咁啊見 EU 嘅報告講 ECB 嘅報告講啦，每升咧10% 嘅話咧就會升天然氣升10% 嘅話，對於歐洲嘅通脹會升0.6%，咁變相而家見到個情況咧咁預示到應該都如無意外咧就上70嘅位置嘅話咧，咁相信咧歐洲咧好大機會因此有通脹嘅壓力啊。
咁啊，翻返去匯市方面啦。今日南韓 Kospi 指數咧又再熔斷啦，其實都係今年嚟第8次啦。咁當中重磅股 SK 海力士都曾經跌到3成嘅，都股災式暴跌。咁啊 Kospi 啦，30日波動率咧見埋紀律高位，都反映住就係韓股都好似過山車咁嘅情況啦。咁外電就話啦，今日外資淨賣出超過10億美元嘅 Kospi 指數成分股。咁但係睇過南韓元咧，反而又轉強喎，即係截至下晝3點為止啦，對美元係表現最好嘅亞洲貨幣嘅，即係點分析呢個情況？點解會咁嘅咧？睇個股市啦，即係大家即係呢段時間都好多發生，因為嗰個即係三星海力士嗰個槓桿 ETF 啦，令到即係好多人咧就損失慘重啦。咁啊喺咁嘅過程當中，大家都會記得啦，就係海力士都喺美國嗰邊上市啦。咁啊其實喺啲流集咗嘅錢翻嚟都要搬翻去韓國嘅。咁啊搬喺韓國當中，咁你就係賣出美元啦，買入韓元啦。咁所以韓元咧就出現一個升值嘅。咁但係你話呢個升值嘅時間有幾耐咧？就同我哋睇下韓國股市咧打靶嗰啲散戶嘅情況一樣，我哋都係估唔到嘅。咁啊睇下佢個情況嘅變化啦。咁但係你睇韓元嚟講咧，140萬嘅位置咧，其實有個支持嘅。咁所以暫時嚟講，我哋都觀望下啦。咁而現階段嚟講咧，即係美國又未有特別嘅變化嘅話，相信韓元呢個升勢會持續啦。咁先望咧就回到美金對韓元140萬嘅位置啦。傾埋隔離咧就 yen 嘅，咁啊聯儲局今日起1連2日議息，咁至於個 yen 咧都今個禮拜議息，咁今日都走弱嘅。日本當地媒體星期一就傳出，首日啦高市早苗啦，經歷幾個月以嚟嘅首相啊高市早苗，經歷幾個月以嚟咧政治博弈之後咧，決定就係兌現翻一啲競爭嘅承諾。日本明年4月起咧就會下調個食品消費稅，由而家8%咧就大幅降至1%。預料今個禮拜4就會着手起草法案㗎啦，咁如果個消息係屬實嘅話，咁我哋港人啊去到日本旅行當然開心啦。咁但係另一邊廂市場都擔心日本政府個財政惡化喎。咁因為又唔止呢單嘅，明年起又會向啲合資格家庭發放個現金補貼啦。講緊其實本身個負債水平都已經好高㗎啦，咁又嚴重財赤啦，又話減稅，咁其實點樣去填補翻個財政缺口咧？會唔會都有一個真係惡性循環？咁yen同埋日債都繼續受壓咧。我諗而家個情況嚟講咧，就高市早苗咧，暫時就未對於咧即係 yen 裏邊有咩好消息。咁啊，見到佢而家做嘅措施啦，即係講消費稅啦，咁啊主要都係減低翻嗰個消費者嘅即係個人即係日本國民嗰個壓力啊。畢竟咧，日本國民即係面對住 yen 嘅嚴重嘅貶值啦，咁啊導致佢有個通脹壓力啦。咁其實佢生活都百上加斤啊。咁你減到消費上咧，可能消費稅咧應該會對佢嚟講咧就會有啲舒緩嘅作用啦。咁啊，但係至於你減完之後，暫時嚟講有冇一啲有一啲環節可以話幫日本咧賺翻啲外匯咧？咁啊，暫時嚟講咧又未見到。咁所以咧 yen 嘅走弱咧就應該持續啦，再加埋本身息差嘅差別啦，日美息差啦。咁所以咧 yen 咧向下跌咧嘅趨勢會持續嘅。咁啊，而家即係去165咧嘅非常之近啦，而家163啦。咁相信咧就即係除非日本央行突然間干預啦，如果唔係咧呢個下跌嘅趨勢咧應該都係持續嘅。咁啊而家市場預計啦，最大機會應該10月份先會加息啦。咁暫時嚟講，我睇翻日本嘅國債嘅日元嘅隔夜拆息咧，1個月嘅拆息咧，仍然咧都冇乜特別嘅指引，咁就反映住咧其實暫時嚟講息口都不變嘅。咁就睇下會唔會突然間央行干預啦。咁先前都講過啦，如果大量嘅睇淡嘅沽盤佢就會干預。咁每次干預咧其實都反彈幾百點子。咁所以可能真係如果要睇淡 yen 嘅話，要做呢一個嘅 trade 嘅話咧，可能咧等佢入市干預之後先做咧，可能會安全啲。因為畢竟而家距離105即係165係非常之近嘅。其實如果真係干預嘅話，咁大家有驚過日元嘅套息交易拆倉啦。咁如果大家好記性，就2年前其實都係7月中至到8月初，咁 yen 162轉強至143，嗰陣都令到真係全球股市有個好大嘅調整嘅。咁驚唔驚有個歷史重演嘅情況？好，暫時就唔似嘅，因為其實你睇翻5月份咧都試過即係試過入市干預啦。當時160去154嘅位置啦。咁當時其實對於股市嚟講咧影響都唔大。咁大家其實都繼續追捧啲風險資產啦。咁你見到而家即係美股都係個高位啦。咁雖然日韓股市喺呢一個存儲股嘅調整之下咧，就出現一個好明顯嘅跌幅，琴日都跌停板。咁但係暫時又見唔到咧，即係因為呢一個日元即係拆倉而導致到咧嗰個股市會有好大嘅變化。
咁如果真係跟進埋個日債嘅問題啦，咁如果真係頭先講到有減稅或者有好多補貼政策，咁大家都擔心個日本政府個財政惡化嘅情況啦，咁個日債息係咪都會持續咁樣繼續向上？似乎都係繼續向上嘅情況比較大㗎啦。咁有啲乜嘢有機會變化咧？頭先冇提及咧，就係關於先前咧，就而家講緊話日本咧係會減持美國嘅國債啦，咁去買翻即係回流翻去做多啲外匯去保持翻個貨幣啦。咁我睇翻最新咧嘅美國國債咧海外持倉嚟講咧，仍然咧全球最大持倉都係日本。咁變化亦唔係有好明顯嘅變化。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又未見到有啲咩嘅趨勢嘅唔同，相信咧日債債息咧長年期咧應該會持續嘅上升啦，再加埋大家預示即係嚟緊個通脹對於日本嘅嚟講咧都仍然都係高企，咁所以呢一個方向就暫時未有逆轉嘅趨勢啦。咁另外今個禮拜3間央行議息啦，咁嚟緊先就美聯儲，之後緊隨住就英倫銀行，之後日本央行。頭先日本傾咗啲啦，咁美國同埋英倫銀行啦，兩間行其實市場估3間行都唔喐嘅。咁如果嚟緊睇住三方議息嘅話，有冇啲咩要留意住啊？或者係講話上記者會上有冇啲咩要特別留意咧？我諗首先就一定係睇翻即係美聯儲嗰邊即係阿沃什嘅講話啦，因為即係始終啦，佢都係新官啦，我哋都未摸熟佢嗰個嘅睇法。咁先前都講啦，佢話連 dot plot 咧都想刪除埋，咁即係對於市場嘅溝通會減少咗。咁我哋咧其實就要多啲估下佢點睇啦。咁先前上一次嚟講議息嘅時候都見到個息口就已經個油價已經回咗落嚟60零蚊。咁當時咧就通脹壓力減少，咁突然間咧今次議息咧即係明天開始啦，就個油價係90蚊附近，80幾90蚊。咁佢會點樣講咧？點樣睇呢件事咧？將會係我哋睇下9月份會唔會加息嘅一個重要嘅指標。咁呢一個係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咯。咁即係留意住講話方面會唔會真係越嚟越模糊，或者會有啲信息咧可以俾我哋解讀到之後個息口走向啦。今日都唔該晒啦 Piers 啦，就係上嚟同我哋嘅分析嘅。咁今日都同你傾到呢一度啦。Now 財經台同 ViuTV 之後會分途廣播嘅，拜拜。